嚟緊我哋會用《楊修之死》當中嘅闊門事件裏邊嘅幾句嚟到睇下喺一個文言課堂裏邊點樣應用一啲嘅戲劇雜式。楊修為人恃才放曠，當中有個別字詞比較難明，我哋可以直接用教師示範嘅方法去協助同學明白呢句嘅字詞。各位同學，唔知你生命當中有冇遇見過一啲自覺得自己好叻嘅人，就不可一世嘅人啊？嗱，有啊！佢哋通常個身體狀態係點㗎？佢會點企㗎？會摁腳，摁腳嘅，會側埋一邊企，側埋一邊企嘅，咁樣企，係針住摁住，摁住咁樣嘅。啊，高頭，高頭。高頭。咁上半身咧隻手會點㗎？叉腰。叉腰嘅。叉腰好啲，嘴藐藐，咁樣嘛？係。好，記住呢個畫面啦喎。嗱，自恃住自己好有才能嘅人咧，就係咁企噶啦。楊修嘅為人咧，一樣係恃才放曠噶喎。佢恃住自己好有才能，呢啲咁嘅規矩啊，我唔守啦，你哋啲平凡人守啦。恃才放曠嘅意思就係咁解咯喎，恃住自己有才能，佢就唔守社會嘅規矩。文章裏邊有一句操常造花園一所。好多同學都會因為句子當中有句子成分被省略咗而理解錯誤。呢個時候可以請全班同學按照老師嘅指示，一齊將個情景做出嚟。好，而家各位同學，我哋請起立啊！而家咧，你將要飾演曹操呢個角色。嗱，呢句就話啦，操常造花園一所，即係曹操曾經去做一個花園啦。而家我哋試下飾演呢個情景出嚟咯。3、2、1，開始。由於老師預計學生多數都會自己做出起嘢嘅動作，於是就將呢個學習常錯點呈現咗出嚟啦。好，非常好。不過等等先，大家諗下，曹操係一個高官嚟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佢會唔會自己落手落腳親自去起個花園出嚟啊？嗱，咁佢會嚟同我起個花園出嚟。非常好，請坐低啊！大家有冇發現啊？頭先操常造花園一所嗰個曾經同埋做之間，好似漏咗啲嘢喎。全體同學一齊經歷過之後，老師就可以拆解出原文缺少咗嘅部分，繼而說明成分省略係文言文常見嘅特色嚟嘅。文章裏面提及道門起好咗之後，操往觀之，不自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如果想班房裏邊全體同學都可以參與進行小演出，就可以請同學2個人一組咁演繹呢一段。好，而家其中一位同學幫我飾演工匠，你就啱啱起好咗道園門啦，喺度等緊曹操嚟睇。另一位同學，我哋飾演曹操。當然，使用戲劇手法，最終目的都係協助教學。呢度就係想同學們可以睇到人物隱藏嘅心情同埋情感嘅變化。嗱，工匠你記住喎，一開始嘅時候你滿心歡喜咁樣等住曹操嚟，睇完個園門之後就讚賞你噶嘛。但係點不知佢不自褒貶咁樣寫咗個字就走咗啦，你就開始覺得好擔憂啦。死啦，會唔會俾人殺頭㗎？至於曹操咧，你係高官嚟噶嘛？你就算不置可否咁寫個活字，其實你裏邊咧都係應該有一種不滿嘅情緒喺度嘅。所以我哋諗下點樣寫呢個活字，先表達到個不滿咯。因為演出嘅段落非常短，所以唔需要花時間嚟排戲都可以做得到。只要老師提出對個演繹嘅要求，同學就可以明白到句子背後冇寫出嚟嗰啲深層意義啦。採用小組合作學習嘅分組方法，就可以2位同學演出，另外2位同學做觀眾。睇完之後簡評一下，係咪可以見到嗰啲深層意義？咁樣就可以全班同學同一時間喺度演出啦。課堂戲劇其實有唔同嘅互動模式，詳情可以參考本系列其他嘅影片㗎。